我哋返到英國，去克福郡奧爾德納姆嘅倫敦運輸工場，睇下巴士為咗證明適合路面行駛，要經過咗其中一項嚴格測試。事實上，巴士係穩如泰山，但為咗實際操作方便，主要嘅穩定性測試會用大約2厘重嘅沙包綁咗上層，佢代表30個10英尺重嘅乘客。倫敦運輸公司嘅1萬架巴士每3年半就會完全拆開大修，不過穩定性測試只會應用咗每種型號嘅其中一架巴士，或者經過任何改裝嘅巴士身上。請留意，巴士並冇用任何方式固定，而一邊嘅2個橡膠緩衝器就係唯一嘅安全裝置，以防巴士真係翻側。呢個裝置由管工 Charlie Taylor 操作，嚟自1927年起就從事巴士維修工作。講返啲技術細節，巴士係由一個1又1/4嘅壓力嘅液壓支筒傾斜咗。交通部條例規定，雙層巴士必須能夠傾斜到28度而唔會翻側，但工程師會將巴士測試到極限。下次當巴士轉急彎，你緊張到捉實凳邊嘅時候，不妨記住呢點。側面嘅儀表顯示底盤嘅傾斜角度，而前面嘅儀表就顯示車身傾斜嘅34度，展示出彈簧嘅變形幅度超出咗底盤。當然，巴士就算兜住比煞車塔行都唔會傾斜成嘅。但知道就算真係要咁樣行都唔會翻側，都係一件好事。如果你仲未滿意，我哋最後去埋 Chiswick 工場嘅防滑測試場啦，睇下就算喺失控打滑嘅情況下，巴士點樣保持直立啊？呢個係對完美設計嘅致敬，亦係倫敦著名巴士安全嘅又一重保證。多謝晒大家收睇 LCCF TV， 大家記住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拜拜。